大家好，歡迎收聽 Gen Z Book Club，我係阿立。喺開始今集分享之前，不如等我問大家個問題啊。如果你要介紹你自己，但你唔可以用任何嘅社會標籤，例如你嘅名、你嘅職業、你嘅年齡、你嘅性別，咁你會點樣介紹自己呢？大家不妨可以 pause 或者諗一諗，真係，因為我覺得係一個值得深究嘅問題嚟嘅。當你撇除一切外在條件之後，其實你究竟有幾了解你自己呢？今集我會分享納瓦爾寶典嘅第二個重點，就係探討點樣將自己商品化。佢可能會幫你揾到啱啱個問題嘅答案。將自己商品化呢，其實唔係講緊要將自己變成一個產品，要將自己諗點樣幫加啲色水啊，點樣令到人哋更加了解自己係個點樣嘅人啊。反而係要講緊我哋要好似一個產品一樣，要專注揾到產品嘅獨特價值。而每個人嘅獨特價值呢，其實就等於佢哋嘅獨特知識。納瓦爾認為，獨特知識係你從細或者好後生做起嚟就已經特別得心應手嘅事，可能係一啲好無聊嘅技能，又或者係一啲你根本都唔覺得佢係有啲咩特別嘅技能。要揾到你擅長嘅獨特知識，好多時咧都要揾到你嘅天分先。你真正好奇嘅嘢喺邊？你真正熱情嘅嘢喺邊？而唔係時下最熱門嘅科目，亦都唔係當前最熱門嘅投資領域。舉個例子啊，你嘅獨特知識可能係無論你玩咩遊戲都好快上手，你可能玩幾個遊戲就已經洞悉到點樣先贏到。咁你可能好熟悉賽局理論嘅話呢，佢會令你可以成為一個好出色嘅談判專家。又或者你平時好八卦嘅，無論係你身邊嘅人，甚至係街坊街里都好，你都會好想知道佢嘅嘢，好中意講八卦，好中意揾真相呢，可能會令你成為一個優秀嘅記者。又甚至你可能係好中意鳩噏嘅，好中意咩都吹水，好中意咩都鳩噏一輪，咁你都可能會成為一個好好嘅銷售人員。可能你會話，我有嘅嘢其實人哋都有啊，甚至好多人都比我做得更好。其實我真係冇乜邊樣嘢叻過人。納瓦爾就唔係咁認為啦。佢提出嘅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其實獨特知識之所以獨特，就係佢係一種奇特嘅混合體，佢唔係一種咁容易俾人學識嘅技能。點解咁講呢？因為佢覺得其實呢一個獨特知識係結合咗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嘅特質，再加埋佢哋獨一無二嘅成長過程，塑造到你有唔同嘅個性同埋身份認同。就好似面對緊一件事咁，其實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各自嘅唔同應對同埋應用方法，而每個方法都有佢好同埋唔好嘅地方。而尋找獨特知識嘅核心思想呢，就係要學習做真正嘅自己。因為你本身就係一個獨一無二嘅個體，冇人喺做自己呢一件事上面可以同你競爭。呢個部分呢，其實同我哋上本書講嗰個激勵因素呢有啲似嘅。不過呢本書呢，就想你行多一步。激勵因素呢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幫你揾到屬於自己嘅獨特知識。如果你諗完之後呢，都係覺得其實自己冇咩獨特知識嘅話，不妨問下你身邊嘅屋企人或者好朋友。問下佢哋覺得你自己有啲咩真係擅長或者特別叻嘅，其實可能佢哋一早注意到，即係你唔知，又或者你一直都 aware， 但係你唔覺得呢樣嘢可以成為到你嘅獨特知識。當我哋具備獨特知識呢，其實仲未夠㗎，我哋仲要刻意練習到專精，將你嘅嘢呢做到出類拔萃，不斷調整你嘅事情，直到你達到一個目標為止。就好似之前大家都成日 quote 李小龍嗰句嘢。佢唔驚一個人有10000個招式，但係佢驚有一個人將一個招式練10000次。有時如果你想磨練你嘅獨特知識呢，或者想探索一個某個未知領域呢，其實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去學習。納瓦爾認為，無論你係想做嘢成功又好，又或者你想致富成功都好，最重要嘅技能係要成為一個持續學習嘅人。要培養到學習嘅慾望，就要閱讀自己中意嘅題材，直到你中意閱讀為止。能夠喺9到12個月內專精一個全新嘅領域，比起你大學揀咩科嚟讀，中學讀咩科讀得叻啲嚟得重要。而要學習就要從基礎開始學習。喺生活中，基本嘅算術同埋計算嘅能力，比起微積分更加重要。同樣地，可以用日常嘅英語表達自己嘅諗法，比識寫詩，比識幾多 vocab 嚟得更加重要。唔理係讀咩領域都好，只要你打好基礎呢，其實就冇嘢好驚啦。如果唔係，你只會樣樣都識少少，但係你永遠都識得唔精。當你裝備好自己之後，發掘到獨特知識，
就係時候要將自己商品化，要敢於將自己嘅名義承擔商業風險，建立一個良好嘅個人品牌同埋聲譽。一個有影響力嘅個人品牌就好似巴菲特咁，本身就係一個強大嘅無形資產。你要思考點樣為他人創造價值，再透過上一集講過嘅槓桿，將你嘅作品規模化，將你自己擁有嘅嘢、自己嘅特點 sell 俾全世界人知道。啱啱就 wrap up 咗 Naval 對於將自己商品化、建立個人品牌嘅一啲睇法。而我睇完之後咧，其實最大感受係佢講學習一個新領域、新技能嗰 part 啊。因為我覺得呢件事係一件好難嘅事啦。再諗深一層，其實我發覺，其實我哋或者我啦，真係好缺乏一個持續學習嘅耐性。佢其中講到嗰個9到12個月嗰樣嘢咧，其實9到12個月嚟講咧，一聽落就好似好長啦。不過咧，其實講緊如果我要真係專精啊，要 master 一個全新領域咧，其實呢段時間又真係唔算得啲咩，又或者其實聽落都好快。但我老實講咧，大家自問係咪真係有呢個耐性同埋恆心去學習一樣新嘅技能咧？我覺得個學習選材一個一大重點。而家網絡時代咧，啲資訊氾濫啊，速食文化盛行咧，當我哋想學嘢嘅時候咧，其實好少人會從基礎學起，甚至我都冇呢一個要基礎學起嘅諗法。大家咧都好多時咧會揀啲相對網絡簡單啦，或者 catchy 啲嘅網絡選擇。例如可能一個人想學 coding 嘅時候咧，佢可能會直接揀一啲可能 let's say 1小時學識 Python 啊，或者用 AI 一鍵生成一個 app 嘅嗰啲，可能係啲 YouTube 嘅或者 Reels 嘅 tutorial 啊等等呢一類嘅課程啦。咁但係咧就可能忽略咗一啲好基礎嘅電腦科學，一啲邏輯思維或者解難能力。又或者我之前可能想學投資咁啦，我都係直接睇唔同可能一啲 invest 嘅 KOL 去講點樣睇、點樣判斷幾時係升市、幾時係跌市。咁但係我係完全 ignore 咗可能去真係深入去了解究竟成個市場係點樣運作啊等等嘅嘢。咁所以如果咧你只係學嗰個技巧而唔明白嗰個底層原理咧，其實你係永遠都唔會真正 master 到嗰個技能嘅。其實書本咧係一個好好嘅知識，係一個好好嘅過濾器。尤其是係一啲即係大家都備受好評，又或者係一啲好耐已經寫咗，但係到今時今日都仲有人流傳傳閱嘅一啲書籍。因為佢背後咧其實經歷咗一啲出版社幫我哋做咗篩選啦，唔同書評人同埋其他作者嘅推薦啦，令到我哋更加容易去接觸到對我哋人生真正有用或者我哋真正想了解嘅資訊。而我亦都希望咧我可以透過呢個 podcast 將呢啲知識分享俾大家。多謝你收聽 Gen Z Book Club。讀書唔止係吸收知識，更係你升級人生嘅一大捷徑。我係阿立，我哋下集見。